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7日，哈巴谷书3章19节安尼讲：主耶和华是我的溃烂，伊予我的脚亲像鹿母，佮予我行伫我悬的所在。三角来祈祷，予阮的脚亲像鹿母，佮予阮行伫悬的所在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全能的主耶和华，我要向你献上阮的懊恼甲敬拜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石盘，你是阮的悬台，你是阮逐时逐刻的倚靠甲帮助。主啊，当阮软弱的时，你用大能的手扶持阮；当阮心内孤单的时，你予阮重新得到溃烂。主啊，若无你，阮就无通做啥物；若有你，阮就通勇敢向前行。主啊，我要一世人跟对你，阮的嘴要时常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阮的脚步要行伫你旨意中间，因为你是阮的溃烂，你予阮的脚亲像鹿母，佮予阮行伫阮悬的所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